打扮真美丽，是要倒位去？一个人动枪动枪，是要倒位去？喂，查某囡仔，你上哪里去？去北京一下，那家里也不熟悉，要去倒位跳猎台。假奇怪，明明你甲我也是同学，哪会无熟悉？拜年真要紧，不过时间真宝贵。我有汽车在那边，愿意送你去。一个人动枪动枪，愿意送你去。查某囡仔，好不好？敢可惜。不要紧嘛。欢迎的人真英俊，海岛有个真温顺，苏蒙家己有汽车，实在太大班。一个人动枪动枪，实在太大班。新年相逢好透早，应缘也是天安排。已经从前做朋友，欢喜过新年。一个人动枪动枪，欢喜过新年。